林公公紅過周慧敏啊！即係講翻些少開場白同埋即係隨後答你嘅問題啦。唉，人肉錄音機啊，好悶啊！真係好聽噶啦，但你哋點諗到？莫非聽佢講嘢仲難過周慧敏啦？點解？政府尋日朝早至話為呢兩個地方搞兩場替補機制公眾諮詢會。新民主同盟嘅范國威朝早11點收到區議會秘書處通知報名，點知就2點半鐘到打電話去報名嘅話咧，去留位嗰陣時咧已經係留到9月1號噶啦，295人嘅位置咧已經全數晒啦。文化博物館咧就多啲位嘅，有360個嘅名額，咁但係都去咗好多啦。咁就奇啦！政府嘅宣傳片淨係叫人交意見，都冇講有諮詢會，連網頁都冇寫到嘅。點解只係幾粒鐘時間就霸晒位呢？會唔會係即係建制派、保皇黨嗰啲咧，就會透過呢個咁嘅渠道咧，就令到政府係容易啲係去做勢，又或者咧即係操控嗰個反對聲音？政府話，尋日已經發咗新聞稿同登報章廣告噶啦，因為反應踴躍，所以爆晒。唉，即係咁聽民意嘅話，就搞多幾場啦，好心。在強攻，會輿論開放給予公眾討論，沒法改，這資訊不夠真，撤銷這惡立法，確守法治在人民。猶如長霧轉眼化成林宮，如同陳奕迅，卻要夾硬臨風頂上，用替補這補選之法怎能用？權利與這香港法治在下行喪命中。